今晡日真歡喜由阿秀玲來到亞美吼，同大家來打嘴鼓誒，來分享一下，其實也下佇喺台灣呢個社會制度青島嘅許多苦毒嘅聲音嘅，可能呢有啲按樣嘅議題，希望大家做地來關心，還有青島嘅其實吼有青島嘅爸爸媽媽其實佢唔係有意圖嘅，佢唔係挑事嘅，唔過因為嘅教育嘅方式。可能係按適當，有佢操成嘅聲音嘅情感度也好吼，身體嘅一些呢個傷害吼。佢說如果有一個問題做得來問呢個阿秀玲吼，鄉親朋友喺講有看新聞報道也好報紙會似講，按究以來吼，會直接嘅看到嘅保姆苦毒聲音嘅新聞咧。以前看到嘅係爸爸媽媽可能大聲音嘅，哇！你看到哇，這個真係係真突然間嘅事情。不過也下因為爸爸媽媽愛上班，吼而家聲音無人吐，可能嘅也無限，也係有嘅隨時較多嘅，跟而起到保姆嘅片。唔過嘅而家同嘅聲音接進來嘅時間，發現聲音有問題嘅，吼有按用嘅按呢冇？哦有啊，係我就看到按多嘅聲音，本人苦毒嘅聲音咧，吼。但是我苦毒佢嘅一定同佢集團青島嘅，係阿爸阿媽啊，唔過我哋按多年來講，保姆嘅係苦毒佢嘅人，咪越來越多嘅。越來越多。係因為一下阿爸阿媽要上班，目前又唔像講以前有阿公阿婆可以聽書圖，但是我比較同佢大部分嘅保姆來圖，冇做托運中心，係唔過按你事情像上禮拜。好，上禮拜前2禮拜啦，新聞沒有報道講，係個保姆啊，因為可能聲音無美記啊，也係聲音唔鬧唔叫，叫做可能唱太烈，安尼同佢跌下去，聲音就變到植物人咧。因為佢嘅頭腦疏鬆，係今日唔變頭腦所疏鬆，安尼也係要咩算苦毒，係。哇，真突然間咧吼，我講到吼，其實我嘅出嘅就我個嘅聲音嘅吼，嘅學雅字嘅時節，因為佢要做生意，吼，嗰種兒童家，我嫂嫂家就是聲音嘅爸爸媽媽都因為做生意請無限，冇辦法都聲音嘅，聲音嘅變到嘅托嬰中心，就專門照顧學雅嘅中心，佢嗰片嘅時節咧係24點鐘嘅，因為做生意嘅關係，故所係24點鐘都變到嘅中心地度。嘅佢看嘅聲音係似個真奇怪嘅，每次講哇，啲聲音真怪嘅。特別佢嘅時節都係睡夢啲喎，有一擺是知道講哇，嘅因為嗬，佢下班嘅時節清暗嘅，有冇暗不呀？又係講9點10點咧，可能嘅聲音會睡夢嘅。我去想講想講真奇怪，嗰時候天氣想講嘅熱時頭嘅時節，佢可以係喺啲睡夢。有冇按怪？有哪聲有冇按怪呢？天氣禮拜嘅時節，因為看聲音喺啲睡夢，嗰時候我媽媽就講咧。叫而喺聲音又唔會叫，又唔會講起來，而偏擺去看嘅時節，佢都係啲嘅水幕，係唔係有一些怪，一些問題？其實你係唔掂講，係唔係真嘅有問題？唔過，而當你去看嘅 baby 嘅時節，嘅學雅嘅時節，佢都啲嘅水幕，故所嗬，嘅爸爸佢有一些鹹心，就夾突轉來，因為佢唔掂，做埋嘅聲音啲嘅幾片，無論而哪時期，佢都係水幕。像迄做阿爸媽吼，像有嗰個按呢，按強心的發個親吼，就太解聽按呢，因為按做聲音本來做我叫我吵我都要，係按做看聲音我唔係講特別去做按呢關，你是頭去按不頭去，係全部強要按做要我反應，係要注意等來，係。所以吼，古時候做爸爸媽媽吼，其實吼按呢個聲音係真重要嘅，心情也真重要嘅。當然啊，我請感謝做地照顧這個聲音嘅呢種保姆吼，以前呢種戀愛啦，吼，我一下嘅保姆因為吼，以前嘅戀愛有7年嘛，一下嘅保姆較照顧人嘅聲音嘅，我哋請感謝佢哋，唔過係請注意吼，爸爸媽媽係要幾種嘅敏感度當中的，係做爸爸媽媽有敏感度啦，唔過一下翻政府咪以後，如果同一下有關嘅管理嘅保姆，我俾上課，我俾登記來管理，係做講大家希望講大家強好來保護一我哋嘅聲音咧。唔過你講保姆嘅問題，其實一下係要遷到
同幾年嘅問題。哦，叫做下很加嚴麻煩重，很加麻煩。哦，其實有真多嘅生意，佢真嘅係親無辜親才個。佢爸爸媽媽可能佢離婚咧，唔過佢有男朋友，也係女朋友，也係同幾年，也唔係唔錯嘅事情，也係做對事情。唔過可能因為同幾年產生嘅苦痛嘅問題係親嚴重嘅。係按多拜同電視新聞咪看到，係同幾年可能欠嘅，也係嘅另外一隻夾爸夾妹摩托卡叫做苦托機，冇做像冇像像細拉嘅，像同居人係同幾年係細拉嘅，對方嘅細妹嘅，係冇禮貌，係安尼就當麻煩，因為佢哋本身就唔係幾似個生人咧。係跟你關係上跟當複雜啦，係佢哋做同佢哋會互托嘅對象就會轉到佢身上。按樣嘅新聞，按樣嘅新聞吼，見擺看新聞嘅時節，個心肝肚都會卜跳呢，就知道親難去想象有冇有按定人咁嘅事情吼。我說一下來看一下嘅吼，你講苦痛嘅類型，一開始你講到親簡單嘅係身體嘅，一般來講就看得到嘅啦，看得到嘅，你看那個相片嘅聲音，係講嘅衫褲脫體嘅高後啊，唔嘅有冇有護牆啊，又係講大聲音嘅一條一條嘅。小嘅窿嘅，係頭嘅窿，就可以出講，佢係用乜嘅打，像水管嘅打，也係用三家嘅打。我哋清楚有看，係一擺係唔拄好，係打到嘅，佢嚇冇按嚴重，可能就一擺。係唔看到佢身體係要嚇清楚，嚇有強嚇久以前嘅，做注意了，抽爽，就表示講佢嘅危機程度，佢危險嘅程度就嚇高嘅。係啊，因為你看佢有新嘅武牆嘛，唔講你看到嘅新嘅武牆，因為順條係會舊嘅武牆，你就會知道，你就會提講啊，可能佢接嘅會輸到按樣嘅炮咧。係我哋發現，好像我哋安尼去看生人咧，做唔到講做安尼看咯，我哋要經過生人講佢同意一隻較安全嘅地方，然後看佢3度地步嘅，當到做師傅嘅片，當得一樣，像呀相片就係修理帶來嘅，也係真件嘅案例嘛，也係真件嘅案例，也係。唔係講有啲會行緊嚴重嘅，唔敢帶來。我講嚇到觀眾朋友可能有聲音嚟啦，我講嚇到觀眾朋友，唔過也係都一下都係安尼，也唔可能夾身體行嘅浪，可能要線嘅，要卡嘅，要橋嘅，像安尼都表示講一直以來都有按樣嘅泡力存在嘅問題。真件看到吼，心肝肚吃到清淡苦吼，生嘢其實你會搞見做病苦土記也講到係身體嘅部分。唔過小弟有分享嘅親好嘅同大家來分享嘅熱天嘅時節，比如講你容易發現比如你看到生嘢熱天嘅時節，唔係你吹冷氣嘅時節嘅親熱咧，唔過佢做衫都做長袖嘅，像我都當到安尼。發現苦痛嘅有好市民當到咩，佢嗰種有老師嘅味道，其實我上奇怪，一隻生人上課，大家做當年嚟做短袖嘅，一隻生人做麻煩做長袖，老師佢本身佢做安尼嘅敏感度，係佢做我去問我安尼時下問生人講，做麻安尼嚟做長袖，佢看下佢原來底部有窿，老師做我開始問講一窿樣嚟來，可能佢做我開始講一窿樣來，係我看人樣嘅打擊。慢慢老師其實我帶本嘅輔導老師，過咗我同佢哋聯絡，係同政府聯絡，我哋做一關心一個家庭。係你可以下還有類型第二點係講到嘅係行業來講冇乜嘅，可以來講冇唔係講親嚴重，不過也係你要親粗重嘅議題，就係冇注意照顧，係冇注意照顧，照顧唔好也唔想照顧。像幾年前有一堆嘅。後生嘅爸爸媽媽，叫做上網卡，打電腦搞嘅網絡遊戲，叫做深夜遊戲。超有，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耶，很不可思議哈！想唔通，做嘛一下深夜全部講到來新冠暴批，做嘛有安尼，真係做有安尼，你看佢冇去打佢。佢咪冇去苦痛佢，唔過又做另外一種苦痛，因為唔過佢打遊戲去網咖網絡搞遊戲，搞到唔記得愛吃生嘢冇營養，哇！佢做冇營養嘅，冇營養做遊戲嘅呀，佢發展冇好，該有嘅照顧冇照顧，安尼起碼一嚴重。
安尼听起来唔要唱看伊到，可是佢咪安尼都要当注意安尼嘅问题。也係家父經驗特別愛同鄉親朋友來分享嘅。其實唔係講伊大聲音，也係講伊苦土佢嘅身體又浪啊，又無強，只係苦土聲音，而冇去照顧佢，佢哋冇好，青島嘅聲音。因為沙比冇強用吼，以前吼，你講農業沙比嘅時節有冇嘅？雖然下課嘅時節去搞水啊，吼，也係個大路吼走來走去啊，跟面吼烏糟糟係冇相干，吼，跟衫褲烏糟糟也冇相干，因為佢哋係去搞奶嘅。不過呀嘅聲音吼，係講你看伊吼，當伊個面也無掃掃，衫褲也無掃掃，佢真要注意哦。佢可能係爸爸媽媽冇去照顧佢。有當到啊，咩我哋以前咪有食佢安尼聲音嚟，看起來咩烏糟糟，皮起來就粗粗，我就發現講佢係咪冇正常轉到冇卡去當然，係同聲音都會搞烏糟糟冇強樣，啊原來夾爸爸叫做冇卡做伊隻爸爸，啊夾哥哥咪唔生應，夾爸爸做有食酒啊，反正做冇照顧佢，佢做時間都不會浪來浪去，那有時咧就同人講阿姨我冇錢，不好意思，安尼人講流浪兒啦，佢咪係阿爸阿媽冇照顧好，係照顧冇好係問題。像安樣嘅聲音嘅，你也做得講係數到。苦頭，人我一種嘅苦頭嘅累氣，因為伊無照顧佢，其實佢太高後，佢被造成輕度嘅傷害吼。你等下有時間好好來討論一下，還有第三點講到嘅精神嘅苦頭，係精神苦頭，係精神苦頭。一開始我就安尼宣傳的保護聲音的觀念，大家就講我做唔得到，可是大家只要我打我本人高，精神苦頭係像有啲聲音咧，佢當乖嘅，阿爸咪講做唔得，你聽要靠天命。哎呀，係，比如講阿啲心態，同佢安尼一下安尼教育嘅期待冇強樣，佢做係唔管點樣嘅，叫做慢，也係阿爸咪佢離婚，叫做一年多就講做創業咩，安尼做安尼。有誒無誒就唔講，比如講太陽佢聲音佢聽唔實，唔過你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嘅心就會變態咧。嗰係一種因為講咧，嗰係一種無形嘅壓力。我記得1年前還是2年前有個高中生，而係記得冇佢拿到嘅自己阿妹嘅新聞。因為因為其實佢係清怪嘅學生嘅，佢先生也講佢讀書讀到清好，還有佢嘅成績也好，清怪嘅。因為拿到嘅來自嘅媽媽咯，因為佢嘅壓力強大嘅，佢在迄個時節可能考試考唔好，也係樣嘅，也係個唔係第一名。家個阿妹為啲嘅見風低度，大家海報，你嘛，個海報下嘅詩其實都係請正面鼓勵佢嘅詞語，可是他壓力太多，因為阿妹嘅標準太高誒，太高誒，你永遠都會第一名嘛。佢說你想講看，你根本你考試考到95分，其實已經清好誒。唔過阿妹講冇相干，你要加油，下禮拜會100分。你都記住喺按樣嘅環境之下，按樣嘅無形嘅壓力之下，結果佢就崩潰啦。也按樣嘅情形也係你講一種嘅精神嘅苦頭吼。好。鄉親朋友吼，根本也好，還有當多東西做得了，鄉親朋友來分享，想聊下，等下上陣來。